好，我是赖伟一，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首先带大家来关心高雄车站空中绿廊天棚计划，预计可以在今年的年底完工启用。目前绿化作业已经完成将近90%，整个空中绿廊道将会种植31万多株的花草灌木。这座空中步道将会横跨连接车站的东西两侧，成为民众休憩散步的好去处。 从空中俯瞰整个高雄车站，已经可以看到天棚上方已经布满了绿植栽。目前整个天空绿廊道的绿化作业已经达到了90%，就差最后1里路。整个天棚将会种植31万多株的花草灌木，车站的上方将会成为一个生态中岛，预计在今年的9月底完成全部的绿化种植工作。 是我想，我们天棚整个绿植栽的面积大概约16000平方公尺，大概的灌木数大概有31万5千株。那目前大概已经完成了90%，我们预计会在9月底整个来种植完成。是我想目前是在转赶一些灌木的种植。我想整个天棚目前既在赶工中。那有关灌木部，那目前整个约有31万5千株，目前已经完成90%。 走在天棚上方，已经可以看到到处都充满了绿意。除了绿植栽之外，步道也已经快要完成铺设。高雄车站的空中绿廊道天棚计划，预计在今年年底完工启用。历经20多年的工程长跑，民众都表示相当期待。如果说上面再加一个空中花园或步道的话，应该会蛮吸睛的，我会蛮期待的。是，我想上面这部分除了休憩之外了哈，那大概包括说我们也衔接东西两侧的绿园道天棚工程这个部分，目前正紧锣密鼓在赶工中。那目前这一集在撞赶是我们大概目前看得到的一些景观的工程，目前的进度大概整个天棚上方的绿植在部分预计会在9月底整个来竣工。我们往东可以整个衔接到凤山，大概有6.2公里。那我们整个往西可以衔接到左营，大概有9.2公里。整个全长的绿廊道大概15.4公里。 城市生态中岛即将成型，对比几个月前的景象，原本光秃秃的天棚已经布满植被。这座空中绿廊道将会横跨车站，连接东西两侧，未来将成为民众休憩散步的好去处。记者舒汉君高雄报道。 高雄捷运黄线延伸前镇渔港规划评估报告出炉，连同轻轨共3个方案都因效益不足，不符合计划提报门槛。高雄市捷运局指出，短中期将先以公车替代。地方民众则认为现在不做太可惜，希望政府能把目光放远，提早规划，不要重蹈高铁南延延迟未决、交通黑暗期一延再延的命运。 高雄捷运黄线延伸前镇渔港规划评估报告出炉，连同轻轨一共有3个方案，不过都因为效益不足，不符计划提报门槛。高市捷运局特别指出，短中期将先以公车替代。我们评估3种方案，一个是捷运黄线的地下延伸，然后再来就是轻轨平面式的延伸。 还有那个轻轨高架式的延伸3种方案，那经过我们委托专业综合性的评估，我们加上各单位的参与，就是评估的总结，就是说这3个方案，我们基于考虑它的新建成本、营运成本、财务指标、积极指标这2个关键的指标，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就是小于1，没有办法达到这个交通部它订班大众捷运系统。 往下进行可行性研究的一个关键指标，目前是未达到这个提报项目度的门槛。 不符计划提报门槛，前镇渔港黄线暂停。地方民众则认为现在不做实在太可惜。前镇渔港是国内最大远洋渔港，一年可创造超过300亿元经济价值。若有捷运直通，就能够创造更大的交通和观光产值。希望政府能够把目光放远，提早规划，不要重蹈高铁南延案延迟未决，交通黑暗期可能会面临一延再延的窘境。评估没有过的消息，地方都非常的关注那尤其前镇渔港一年产值有300多亿以上。 我想，如果能够有大众运输的这个建设，对于高雄、对于前镇渔港、对于旗津，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未来前镇渔港改造为国际观光的远洋渔港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大众运输的建设，让更多的国内外旅客可以来到前镇渔港，也能够搭配着这个大众运输，带动高雄整体的发展。整个渔港的开发已经进到了最高峰，那衔接的就是交通问题原本的重要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交通的不便，所以整个我们这个前镇渔港才没有办法对外的去推广带动观光。那这一次竟然已经把整个建设做到了几乎要硬体设备都做出来了，现在就是交通问题，毕竟都是大型的冷冻车，这边都不适合自行开车进来，所以势必就是也要以捷运来讲，这个是最好的选择。等到以后要做，那就太晚了，因为带动的人潮是可想而知的。捷运局说明，后续前镇渔港仍会纳入整体路网优先的路线，并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定期检视，再依审查作业要点，接续办理可行性的研究和综合规划等作业，持续推动捷运黄线整体规划。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高雄市楠梓区的朝明路东西南北向的路名统统一样，在地人习以为常，但外地人对当地的路并不熟，常常一头雾水，甚至会迷路。当地里长跟里民也希望能够加强标示每条路的划分，才不会造成迷路的问题发生。来到高雄市楠梓区的朝明路上，可以仔细看到路牌，东西南北向都是朝明路，外地人真的分得清楚吗？东西南北向的路名都叫做朝明路，在地人习以为常，但对外地人而言可就一头雾水，甚至导航也曾经迷路。附近的巷子也都叫做朝明路，甚至有些巷子没有标示是第几巷，外地的民众也经常询问附近的商家。现在大概都是靠导航了，因为导航其实你大家嘛爱需要了解一下大概那个方向啊。这边的话，其实以前就是大概就是知道的人就会很顺，就是因为在地人都知道很顺怎么走。那可能外地的话，可能就是要稍微问一下。可能之前有一段时间是有针对于那个道路去做一些重新的规划跟变质啊。对，只是说这边的话是因为有后来在做开发的路段，所以会比较让人家不清楚的地方啊。地是买啊，这拢电器的啊。拢田地啊，对面市路啊的啊，公务这间市路啊的啊。在地的民众说，早期其中一部分的朝明路还未开发，当时是农地，后来才开发。最早期的朝明路其实只有一个 L 型。伊这边才是巷啊，这边嘛巷啊，正确的是这抓为遮过，较是迄个朝明路啦。村的这边这过是拢几巷的，拢无啊，早期这无厝啊，只有这一条啊，尾啊这拢较起的啊，所以说伊同我甲讲这几巷，可能可以加个什么方位这样子，比如说这边出去就是往什么路，这样子人家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都不是说这边朝明路那边也朝明路这样子的。对。谢谢。如果是往左、往前、往后是往哪个方向？接近哪个区域这样子啊？这样会比较了解。好，谢谢。当地的里长和民众都希望能够加强标示，把每一条巷子都标示清楚，才能让外地人清楚知道每一条巷子的划分，也比较不容易迷路。记者李佳龙、陈映君高雄报道。芦竹区遵嘉路的甘蔗园支线日前被居民发现被偷排恶臭废水，不仅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汽油臭味，水面上还有明显的油污以及油纹，让民众相当气愤。经桃园环保局稽查，发现真凶是桃园炼油厂，已经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0条，将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咱一惊看到漏头到灰。油花变真臭，气味站袂到甲干吼。芦竹区南坎里跟在地居民一大早就来到南坎溪支流的甘蔗园支线，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汽油臭味，水面上还有明显的油污以及油纹，让民众相当气愤。恐怕是有不肖工厂想趁着台风天偷排废油，没想到今天风雨不强，水流和缓，从1号晚上10点左右到2号上午都还在排放。跟里长循着水流查找，发现是从芦竹区遵嘉路的一处排水口流出，土黄色的油污跟刺鼻的臭味，让居民都担心会不会影响健康？因为偷排油的时阵吼，以前吼有排，20多年来吼，最近吼几年来拢无
无头牌吼，啊，最近哪会搁牌，咱唔知影，啊，是毋是公司利用台风天吼，啊，昨昏就牌，想到今仔日天气较好吼，啊，臭味就较重，伊吼公司应该是讲台风天吼，啊，这味吼，放做较无人注意，大拢味喺厝内底吼，啊，所以昨昏就开始牌吼。甘蔗园支线早在20多年前也有发生过一次偷排废油，经过取缔裁罚后就没有再发生过。只有去年附近的染整厂偷排红色染料污水，但没有臭味。这次却携带汽油的臭味以及油污，让民众不仅忧心健康疑虑，也担心溪流里面的老乌龟们会因此死去。希望有关单位尽速查清到底是哪个工厂在偷排。昨天晚上就开始闻到这个臭味哈，对居民感受觉得那个应该对身体会有影响，所以说希望上层能够重视哈，不要再说有上面这个有排这个废水油污油会气出来哈，会影响居民的健康哈，希望上层重视这样。希望有关单位哈，把这物件处理好势，看源头就什么公司哈。头牌，希望紧甲公司吼去抓出，啊，甲这个废油吼，以后唔爱搁排吼，啊，甲这生态嘛较好，环境嘛会较好。桃园市环保局表示，早上接获通报后，随即派稽查人员到现场稽查，发现是桃园炼油厂内雨水沟有明显浮油，再经由雨水放流口排出，污染了水污染管制区，已经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0条，将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通知限期在10月4号前将受污染区域清理完毕，以完成改善。环保局也将持续督促后续情形。记者赖伟一头报道。今年的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从10月1号起分阶段开放接种。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符合接种资格的民众尽速完成接种。卫生局长也和现场长者、幼儿及怀孕妇女共同响应政策，晚起秀指接种。台北市卫生局长、医师人员、长辈、妇女及孩童都挽起袖子接种疫苗。今年公费流感及新冠 JN1 疫苗从10月1号起开打，现场人员率先响应政策接种，即便有小孩害怕，最后也是勇敢打完疫苗。今天是我们正式跟大家宣布开始接种新冠及流感疫苗的日子。那这一次我们分2阶段，第一阶段我们开放有11类施打对象，那特别今年我们也让满55岁以上的原住民朋友来施打疫苗，所以照顾原住民朋友健康也是非常重要。那第2阶段我们开放55到64岁的民众以及满6个月以上的孩子来接种疫苗。那根据统计从去年10月到今年9月，其实因为新冠而死亡的个案有210例，那因为流感而并发重症有160例，而流感因流感死亡有超过80%是因为之前没有施打流感疫苗，而且以65岁以上长者居多，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再次的提醒所有市民朋友，绝对不要轻忽新冠以及流感所带来的伤害。特别家中有高风险的长辈或者是小朋友，我想这些都要特别的留意。那今年我们特别不止卫生局，也结合包括社会局、民政局、教育局也就是我们除了台北市政府我们合约的医疗院所让市民朋友前来施打以外，我们也结合其他局处走进校园、邻里社区、各社福机构，来让市民朋友方便就近来施打疫苗。所以提供这样的服务，也是希望能够提升整体的施打率，来提升本身的保护力、防御力。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再次的呼吁民众左留右心，全民安心。左留右心，来接种新冠以及流感疫苗。所以再次感谢我们卫生局联医团队大家辛苦的付出。那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呼吁亲朋好友以及
及家中有高风险长者的孩子呢，一起都来施打疫苗。跟大家报告，知道这市场带领整个市府的团队，特别是在跨局处的一个部分。这次呢，我们在感谢这个教育局，我们在将近300个学校同时来进行这个开打。在很多的社福机构，还有托育机构，这边感谢社会局一起来支持，来做这个部分。在我们医疗机构，也有超过350个医疗机构来同时来作为这个施打的部分。这边呢也感谢联谊，特别在礼拜6早上开放这个门诊来作为这个一般上班民众可以来施打的这一个部分。我想疫苗的这个重要性，刚才市长已经跟我们指示过。根据去年的这个资料，的确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发生重症死亡的其实有80%以上是没有打疫苗。所以呢，在这个整体算起来，其实从医学上来讲，疫苗的保护力可以达到82%。所以呢，在这边再次的来呼吁左右心，家内安心。其实保护的不只是你自己，保护的更多是你重要的家人跟重要的朋友。以上呢，在这边再次的感谢大家的参与。特别是超过350家合约医疗院所提供疫苗接种服务。为了扩大服务市民朋友，台北市立联合医院12区院外门诊部10到11月周6上午加开疫苗专诊，提供流感、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左流右心，加倍安心。记者温俊台北报道。为了因应极端气候及用水需求挑战，台南市积极推动再生水计划，由中央支持投入33亿，新建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第2期扩厂工程提早10个月完成目标，也就是从每天8000吨增加到15500吨的再生水量。市府日前举办通水典礼，展现台南解决高科技产业用水的决心跟行动力。因应极端气候可能的缺水危机，中央和地方合作投入33亿所新建的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将民生污水转换成工业所需用水。自111年12月就开始供应每天8000吨的再生水，而原本114年6月才会完成2期扩厂的时程，已经提早10个月完成每天供应1.55万吨的目标。9月5号，在各界贵宾和地方乡亲的见证，盛大举办通水启用典礼。永康再生水厂扩厂通水启用，好，谢谢。永康再生水厂的第2期工程是提前，不仅是如期如时，还提前完工，而且工程经费大为节省。那能够早日通水，就能早日供水；早日供水，就能早日一方面让高科技厂或者半导体厂，他们能够有这个制程用水可以用。那这个制程用水是稳定的使用。第2个，能够让再生水厂提早运作，那早日收集这些生活或是许多污水，那这样早日让我们的河川更干净。为了稳定大台南用水，除了永康这座再生水厂以外，再加上安平的水厂，每天可以供应南科5.3万吨的再生水，等于1年2座白河水库的水量。惠中市府口中的金主，也就是国土管理署署长吴新修也亲自出席，强调南部因应高科技用水需求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台南就是因为这些年来努力在准备什么，让这些高科技的产业能够在台南落地生根。那我们真的是准备好了，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这几年，梯厂也好，那甚至其他的这个厂商，只要需要用到再生水、再生电的，第一目标都是到台南。
市长会后也一一参观再生水厂，因为早一天通水就早一天供水，一方面让高科技产业有稳定制程用水，早一天收集污水，也让河川变干净。后续再善化，新市还会持续扩充再生水计划。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有鉴于桃竹苗医疗需求不断扩大，位处上龟山的林口长庚医院日前举办新医疗大楼开工动土典礼，将在长庚湖畔投资86亿元来打造16层楼的医疗大楼，要提供最新智慧医疗设备跟优质外科服务，预估2029年完工。桃园市副市长王明炬也特地到场共襄盛举，期勉未来完工后能够造福广大的市民朋友。第一场动土平安。精彩挖下为医疗大楼开工动土揭开序幕。有鉴于桃竹苗的医疗需求不断扩大，位处上龟山的林口长庚医院在26号举办新医疗大楼开工动土典礼，将在长庚湖畔投资86亿元来打造16层楼的医疗大楼，要提供最新的智慧医疗设备和优质外科服务，预估2029年完工。林口长庚医院院方也说明这栋新医疗大楼的规划，并感谢员工和桃园在地市民的支持，希望能成为未来全台医疗的标杆。78特殊病房，然后有72间开刀房，不管是软体、硬体，都将会在台湾是最新最具有一个挑战力的一个软硬体检测。那总共占地35000平，那我想这个对于整个桃园地区，对于全国甚至国际对于急症、重症、难症、罕见疾病，我想都会发挥关键的力量。那在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桃园市政府给我们长庚医院全力的支持，也感谢我们桃园的乡亲父老们一直都在支持我们。那我也感谢我们长庚全体同仁为了台湾的医疗不断的在创新在达到世界的这个水平那我们这个建筑将会符合黄金级的绿建筑，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台湾医疗的一个未来一个标杆。桃园市副市长王明炬也特地到场共襄盛举，医界出身的他也对能见证长庚医院再度新建一栋医疗大楼感到与有荣焉，并期勉医院能善待医师人员，让精心培育的医疗人才能留在台湾，造福民众享受一流的医疗环境。我今天非常荣幸，我认为也是应该是我人生里面应该是绝无仅有的机会，能够有机会看到长庚医院盖的新医疗大楼落成，因为我一直深信，医疗事业只要你很认真的做，真的对病人好，真的品质好，最后一定可以回收你的成本。那我想在长庚医疗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之下，未来有一个这样的远景要花86亿。盖一栋16层的大楼，里面有将近800床的病床，有72间的开刀房，又是一个黄金级的绿建筑，这绝对会是国内所有医院的标杆。希望呢，我们在盖这个大楼花了86亿盖大楼的同时，也能够对我们所有的医疗人员、医事人员们稍微好一点，让他们呢能够更心无旁骛的努力为病人服务。林口长庚医院预计新建的新医疗大楼，不仅将提供优质的医疗环境，更规划以国家黄金级的绿建筑标准来设计，加上临近长庚转运站，院方期望带给民众更舒适的就医体验。记者刘婷台报道。三峡区学成路跟大学路交叉路口设有消防救灾空间及人行道，但因标示不明，有民众误停后导致受罚，引发不少民怨，转而向民意代表服务处反映，希望相关单位能够进行调整。那一台又要撞我那一台。三峡大学路及学成路口的大楼旁有一处空间，告示牌上写着消防救灾空间及人行道，请勿停车。但指示牌的位置不明显，且退缩空间又像是避车弯。有民众停进来之后，发现告示牌就马上开走，但是来不及了，因为科技执法已经将违规车辆给拍下来。民众1个月后收到罚单，便开始跳脚抱怨标示不明。
自从7月1号实施科技执法之后，学成路已经成为开单率最高的路段。现在看这边长得有点像避车弯嘛，那很多人其实会误闯进来这边。那误闯进来这边的时候，其实就造成了会有很多罚单。光7月1号到现在已经开出了1800多张罚单了。那我们希望，不管是我们的隆恩里长黄家贤有拜托我们，那也有很多民众来澄清，包括最近我们的网络社团，大家也都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边它当初规划就是也算是人行道啦，所以我们现在可能会把它就是恢复成是一个人行道的模式，比较不会让大家误闯。当地里长黄家贤表示，因为科技执法实施后，有太多民众接到罚单后都来澄清，认为设计有问题，相关标示又不清楚，希望相关单位能够改善，以防再有人受罚。这一个区域是所谓的消防救灾空间，那这个消防救灾空间呢，因为又当作人行道，所以当我们的机车、汽车，他看到这个停放的空间的时候呢，他们以为是避车弯的概念，所以他们车子就开进来了。当车子一开进来或机车一开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的科技执法就马上拍照。等到我们的汽车跟机车其实下车看到上面写的是这是消防救灾空间人行道，请勿停车。他要把车子移开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民众说是陷阱。是一个马路陷阱哦，所以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民怨。那如果说你是消防通道的话，那你就直接写本区为消防通道，禁止停车。一般若是消防通道，会在地板上写上消防通道字样，但此处又是人行道，人行道又不能写字。但如果是人行道，又为什么不跟其他人行道一样的高度，反而像是避车弯的设计，容易造成误导，也让受罚民众抱怨连连。因为科技执法其实它可以让我们所有的行人他的安全受到了保障，但是相对的有一些灰色的地带的问题，造成很多冲突之间的问题，我们要一起来共同来把它讨论，才不会说造成因为有一天你也会是开车的那一位，有一天你也是会是走路的那一位。那既然这边我们大家有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它既然是人行道，我们尽量就是把它恢复成人行道的样貌。不要让大家误解它是避车弯。彭一书议员表示，会督促相关单位尽快理清此处究竟是消防通道或是人行道，如此才能再进行下一步的改善。但是在此之前，交通局及隆恩旅办公处将会再设置较为明显的告示牌，提醒驾驶人注意，同时也呼吁汽车驾驶人及机车骑士应随时注意道路标示，以免违规受罚。记者吕其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今年是台南建成400年，台湾知名玩具品牌为了跟台南一同庆祝，由乐高授权专卖店营运商乐丰实业首次进驻台南，在东区购物中心设立快闪店，并跟乐高达人发挥创意，将古都台南跟乐高积木结合，创作台南特色作品在快闪店展示。第一天开幕就吸引很多乐高迷前往。乐高授权专卖店营运商乐丰实业9月底首次进驻台南，在东区购物中心举办为期5个月的快闪店活动。开幕式由乐丰实业董事长、总经理，甚至邀请乐高港澳台区的总经理与台湾总经理都出席剪彩，场面热络。适逢我们台南建成400周年，那我们乐高授权的专卖店，我们现在在这边开幕。最主要是我们希望来结合我们台南地区的小朋友以及我们的家庭，我们跟我们乐高做紧密的一个合作。那我们在这边乐高的大师也特别做了我们特别特色的一些乐高的一个积木作品这里面有包括有一些是建筑有关的，就是我们的安平的建师，好，这样我想在这边可以保佑平安，祈求大家能够能够顺利这样子。我们乐高公司有一句宗旨叫 Only the best is good enough， 意思就是只有最好的才是够好。那我觉得这跟台南有很大的共通点，因为我们台南人都是一直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服务、最好的体验以及最好的美食。
那今年刚好搭上这个机会，我们希望不单只是在这边庆祝我们的快闪店开幕，更是希望邀请台南民众一起运用你们的想象力，建构出你们心目中最美的台南。那希望大家可以用乐高积木去分享快乐跟交流。我们希望不单只是小朋友或大朋友，都可以在台南这个充满活力跟文化的城市里面，就是一起发挥想象力，一起在乐高世界里面建构无限的可能。代表南港购物中心和蛮多台南的市民呢，要讲一句：乐高终于来了，乐高终于在台南开店了。购物中心的经营，其实诚如刚刚 Candice 总经理提到的，我们要做最好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希望我们除了提供很好的购物、休闲游逛的环境之外，很重要的是我们有客人期待的品牌。越大的品牌开得越漂亮，给客人更多的选择，这一直是我们购物中心的经营蛮重要的。购物中心11点营业，快闪店就挤满人潮。在快闪店还没开幕，就看到许多乐高迷手拿大大小小的乐高玩具，排队等候结账，甚至有不少的家长带小朋友前来玩乐高积木。因为想说可以来看一下，因为他这边有可以现场可以体验，然后还有一些那种装置可以拍照，然后像我觉得可以学习乐高，增进逻辑，让小朋友逻辑去思考说怎么样去拼出他想要的感觉这样。快闪店结合台南400，这次台湾乐高也特别邀请乐高达人，以古都台南为主题，创作不少台南特色作品，黑面琵鹭、安平剑狮等现场展示。活动期间，业者还推出消费满额送的限定好礼，有专业认证的乐高奇美博物馆积木。开幕前10日还享有会员9折的优惠。记者林根台南报道。台南400全民趣味路跑将在10月20号登场。台南市政府特别举办记者会，市长黄伟哲跟活动代言人毛毛虫嘎波、统一师 Uni Girls 的色七都来替活动做宣传，热情邀请大家参与这场难得的体育盛事。超人气 IP 毛毛虫卡波一出现 ，Uni Girls 成员色七直接被萌翻。台南400全民趣味路跑将在10月20日登场。作为活动的代言人，要和市长黄伟哲一起来宣传。除了过去往这个颇负盛名的古都马，还有曾文马之外，我们今年特别再加上一个趣味马拉松，那希望能够扩大大家运动健身的这个概念以及它的层面。那趣味马拉松顾名思义就是一定要不只是跑马拉松而已，最重要是它的造型，还有它的这个活动更加多元、更加趣味化。全民趣味路跑分为2组，其中8.8公里的吉祥物路跑组将一路沿着安平运河行经安平古堡，也特别在古堡门口设置补给站。3.5公里的万圣节扮装路跑组是绕行永华市政中心周围一圈，无论大朋友小朋友都能选择适合自己的路线。10月20号7月竞赛这一场目前有2000多个人大概我们的目标是在到5000，最少到5000个。每一组都有不一样的奖品可以拿，那当然就是奖品都是跟卡波联名推出的，所以希望台南的各位或者是不管是全台各位都可以来参加台南400全民趣味路跑。这次的完赛礼都和卡波联名，包括造型奖牌、纪念 T 恤、钥匙圈、毛巾等10多种疗愈又实用的好物。第1名能获得奖金12000元。装扮组的部分也会透过评审来决选出最有创意的一组，让运动更趣味化。记者周怀谈的报道。基隆城市半程马拉松6号在基隆登场，涌入3000多人一起从国门广场开跑，这也是基隆首次举办马拉松比赛。由于沿途有海港风景，还有外木山的景色可以欣赏，不少中南部跑者都来报名。而基隆城市马拉松也正是台湾马拉松最后一块拼图。
鸣枪声响起，3000名选手奋力地往前冲，光是出发就花上好几分钟。天才刚亮，选手齐聚在国门广场前热身，起跑线前人挤得满满的，参赛选手都很期待。3个组啦，有3K、10K 跟21K 组。那大家会比较关注的是前几天台风。那台风现在过后之后啊，我们的湖海路段有一点少许的那个表土啊跟小石块进来，我们清掉了。而且呢，在昨天我们也找了地质工程师在那边实际上去做探勘过是没有跟之前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他们的认证是安全的，所以请今天所有的跑者都可以不必担心很安全的在我们这个赛道上，然后来创造自己最好的成绩。基隆首次举办马拉松，吸引了中南部民众前来报名。一定要来。怎么说？没有，因为我算是基隆的女婿啦，我太太是基隆人。那我们因为工作关系到高雄去，所以我特别为了这个活动报名了。其实就是跑出健康，跑出快乐。跟新竹有什么不太一样？新竹就是风大啊，这边看起来就是充满着应该讲整个基隆的一个在地人文风气这样子。基隆第一次有这个城市马拉松，想说全家人一起参与这个盛事，这样。这次报了几个？我们家吗？我们家就5个。因为我一直都在跑步啊，那身为基隆人，一定要支持一下基隆首次的马拉松，所以就是呼朋引伴来这里参加。2024年基隆城市办成马拉松，是基隆第一次作为马拉松赛事的主场。这一群电信业者门市员工一早就出现会场，同事约想说很难得抒压一下，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多啦，对，然后想说来慢跑一下，让健康一下。包括立委林佩祥亲自到场表达支持，而市议员吕美玲、施伟正和陈怡也报名下场跑步。说基隆是一个有山有海有好风景的地方，那希望今天来基隆的好朋友，除了在基隆跑完马拉松之外，也稍微享受一下基隆的风情，看一看基隆的风景，也在基隆多多的促进一些消费，来好好的在这个美妙的周末在基隆好好的过，然后在基隆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所有的县市都曾经办过城市马拉松，只有基隆这一块是最后的拼图，所以呢，这一次呢也非常多的人为了把这一块拼图完成，所以呢也来参加这一次的马拉松比赛，所以我们非常感激，也非常的高兴，终于全国的马拉松的拼图全部都完成了。今天很高兴能够借由马拉松来认识我们基隆这座美丽的城市，尤其呢，你沿途会经过我们的中山区，有看到我们外木山丰富漂亮的海岸线，尤其是山跟海之间交汇这条跑道，我相信绝对会让所有马拉松跑者看到这个风景是非常的喜爱。基隆首次举办马拉松活动，虽然过程中一波三折，又遇上台风搅局造成风灾，所幸最后如期举办，不少跑者相约明年再见。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为了鼓励影像创作，基隆第7届美丽基隆影片摄影创作比赛，基隆市政府特别举办论坛活动，邀请业界的导演跟摄影专家分享宝贵经验，来帮助爱好影像创作的民众激发更多的创作灵感。想要拍片的人可以试着去从自己跟生活周遭的地方去找寻一些感人的或是有趣的故事，来作为拍片的开始。我觉得多关注生活，多关注社会，多关注你现在当下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欣赏一些社会角落真善美，去发掘故事。画面上是基隆第7届美丽基隆影片摄影创作比赛的论坛活动，在旧正滨派出所举行，特别邀请到知名导演马立群跟艺术家邓博仁分享他们的创作心得，并与主持人马香莹进行对谈，吸引许多对影像创作有兴趣的民众前来参加。活动现场，基隆市政府综合发展处副处长陈文昭、市府发言人于志明跟中嘉宽屏基隆总经理李宇平等贵宾也莅临现场，为论坛注入不同的观点，希望借由论坛的激荡来启发更多创作灵感，拍出基隆感动人心的故事。
我们美丽基隆的这个活动是由我们市政府主办，然后呢由民众来共同参与。我们期盼能够透过民间人士的参与，将我们更多基隆的人文风情还有城市风貌来让更多人知道。那我们今天呢透过举办这一场论坛我们邀请到影视还有呢艺术界的相关人士并且呢可以与我们学员1对1的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面谈来鼓励大家来进行这个创意的这个激荡。我们期盼透过我们这个民间市民朋友的这个镜头下的这个作品，来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基隆的风情。论坛活动现场，参与民众也针对如何融入人文情感以及如何找寻灵感等问题，踊跃的提问互动交流。藉由这次的论坛活动，期待激发参加者的创作热情与观察力，产制出更多基隆这片土地的好故事。A-Can 里面如果可以去想的话，你可以想的怎么样在 A-Can 里面，当 B-Can 变成是一个很好的空白画面了哈，但 A-Can 可以是一个很特写的一些，也许是人物特写的部分，然后来做一个搭配。当然前提是我觉得 B-Can 要很贴切 A-Can 说的东西，内容很重要。如果 B-Can 跟 A-Can 完全没有连接的话，那就只是一个空景，好，它没有任何的故事。但是如果 B-Can 的空白画面，它刚好是很贴切的跟 A-Can 做一个 match 的话，那就是加分的，非常加分的一个效果。与众不同，我觉得是重点因为基隆美大家都知道嘛，山海都很美，港口也很美。但是我觉得基隆是移民之城，我觉得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当初很早以前有非常多移民进到这个基隆这个地方，所以把很多的那个文化都带来这里去融合或是融合转化成一个很不一样属于台湾地方的文化。我觉得可以从这个地方着手，去寻找一些更深层的基隆的故事。我觉得是未来或许在参加这个比赛里面是或许可以发展的方向。有种海港嘛，它有包容心、接纳，不就像刚刚马老师讲的移民这种文化。那我觉得基隆港就每一艘船这样进来，不管你这艘船是怎样进到渔港里面，它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生活的故事。所以我觉得那种开阔一个宽容心、包容心去看这个基隆市。那我觉得今年记录的高中生活，相信在大学跟出社会生小孩以后，再回看你高中时候的一些同学同才之间的画面的时候，你会很感动。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就像邓老师说的，今天你能够用手机去随手可得的工具去把当下的影像拍下来，也是最珍贵的。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很棒的，不管是国内外的影片、纪录片，其实最珍贵都是那个历史影像因为它永远不会再拍不到了，所以它的存在就是一个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工具真的是不是那么的，最起码你随手可得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一定得用现在我那是4K、6K、8K， 现在到8K 了的一个摄影机去拍下当下，我觉得它反而不是一个重点。其实中嘉宽屏基隆我们本身虽然是一个有线电视公司，也是个宽屏公司，但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我们是身为一个媒体所以我们希望把媒体素养的概念放进来因为现在手机它很方便，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工作者，但你在传播讯息的时候，如何是正确不诈骗的行为如何传递正确的讯息，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活动当然除了大家运用手机拍照啦或是摄影之外呢，也能够了解讯息的取得容易之后，我们要如何辨别讯息的真伪这是我们最近一直致力在推动的。那当然你清楚之后，你也不容易受到诈骗我想这是我们一直希望努力的方向。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第8届育龄台湾奉献奖揭晓，最大奖由30多年来致力于施加儿少安置与自立发展服务的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创办人洪景芳女士获得。因应山图儿台风造成的灾情，林育龄红台基金会也宣布将捐赠1500万元给受灾较严重的高雄市、新北市及基隆市，作为赈灾以及灾后积极重建的救灾基金，希望抛砖引玉，鼓励更多人一起响应。我要慎重公布第8届育龄台湾奉献奖的得主。
安平 home 读书。基金会创办人林玉玲先生以 AI 方式惊喜现身，宣布第8届台湾奉献奖得主由创办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与青少年智力发展基金会的洪景芳获得。30多年来致力于施家儿少安置与智力发展服务，年近70的洪景芳很感谢林玉玲宏泰基金会，让他们能继续为施家儿少的未来努力。林玉玲先生关怀社会，无私奉献，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因为可以发掘这个美丽的台湾，曾经或者是现况，以至于未来都有许多这个NGO，有许多的社工，有许多的志工，有许多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传承。那是承担的承，也是成全的成。那么他们有这个奖，而且有一个这个很严谨严审的制度，然后也有丰富的奖金。我觉得可以激励许多的公益组织这个锲而不舍，这个更奋力往前，而且真是怎样把社会福利转化为社会资本，带来的是社会影响力、世代影响力。我觉得这个意义价值非凡，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感佩，也感谢。获得玉林公益新秀奖的看见齐柏林基金会方面，也很肯定林玉玲宏泰基金会的善行义举，协助他们逐步实现齐柏林老师的遗愿，用影像爱台湾。看见齐柏林基金会是从2018年成立的，所以到今年是第6年。那6年来，我们真的就是以奔跑的速度前进。那我们希望说把握时间，因为台湾的环境保护是不能等的，所以我们利用齐柏林导演在空中拍摄25年的作品，作为各式各样环境教育的一个教案以及素材，希望更多的人跟我们一起看见台湾。那不只是看见而已，也要有省思，也希望不管是在行为上面或是观念上面带来改变。那我们非常感谢玉林宏泰基金会这次让我们得到台湾奉献奖的新秀奖，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的肯定。那谢谢他们看见我们的努力，也让我们更有动力继续的去以影像来创造改变台湾环境的一个力量。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跟我们一起持续的记录台湾，看见台湾。整个颁奖典礼颁发总金额超过1亿元。2017年创立至今，林玉玲宏泰基金会期盼透过台湾奉献奖为公益团体提供最大的支持与鼓励，也希望借此号召更多人加入公益行列，为台湾注入更多良善力量。我们是觉得说台湾有很多的这个社会团体，他们都在默默的为台湾奉献，所以我们也希望成为他们的支柱，然后把这个善的力量呢能够这个永续，然后绵延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每一届去选取一些比较合适的一些的团体，然后给他们一些的经费，让他们能够有执行计划的一个支柱。其实我们也希望的是说，这个善款能够去好好的运用，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去对他们做访视，而且呢，也会希望看到他们一些指标的达成情形。然后呢，如果说他们在执行上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也会去协助。所以这些的部分都是希望让我们的这个善款，能够发挥的力量更大。除了颁发台湾奉献奖各个奖项，因应山托尔台风带来的灾情，林玉玲宏泰基金会与公益信托也宣布将捐赠给高雄市与新北市各600万元，基隆市300万元，总额1500万的善款，作为赈灾及灾后重建的救灾基金。因为我们看到这次的话，这个风灾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公益就是
我们基金会呢，还有这个公益信托，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这个善的力量，所以我们捐助这个新北，还有这个高雄，还有基隆各自有一些的经费，也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做重建。今年台湾奉献奖还新增特别纪念奖、终身成就奖给已故空中英语创办人彭蒙慧女士，表彰她数十年来为台湾默默付出与奉献，同时捐赠2100万元，希望协助实现彭蒙慧老师的遗愿，继续提升偏乡英语教育程度。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安平柯辉窑文化馆成立至今已经20年，现在正打算重新装潢，委请志工做整理，结果发现开馆当时学生写生比赛所陈列的将近30幅得奖作品，因为这些创作并未列入政府资产，志工觉得将画作丢掉相当可惜，所以透过媒体希望找到这些得奖学生，请他们把画作领回去，当成珍贵的纪念跟回忆。安平柯辉窑文化馆是2004年，当时台南市长许天才任内申请13个安平国家历史风景区当中第一个完成的地方文化馆。不过至今20年从未装修，所以台南市文化局已经启动常设馆更展的规划设计，预计10月初装潢，希望空间有效再利用。但正当志工整理环境时，发现当中有20-30幅开馆当时学生现场写生比赛的得奖作品，每一幅都画得精彩生动极了，只是因为这些作品并未列入资产，志工生怕装潢后遭丢弃相当可惜，所以希望得奖学生看到媒体报道可以至安北路110号领回，相信画作是人生当中很美的回忆。柯辉窑文化馆开馆的时候就举办了一个写生比赛，来参加了有国中还有小学因为到现在已经20年了这些作品现在不是列入这个财产里边。我们这些作品如果把它废弃掉的话，我们觉得很可惜，因为他们画得很漂亮我希望这些作者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能在有效的时间里边来柯辉窑来把这个作品领回去。你领回去的话，你挂在你家的墙壁，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回忆除了得奖的学生作品，馆内未列入资产的还有悠游画会草创时期许多前辈艺术家的作品，志工也会一一归还家属。其中林习田老师针对第1届安平灯会所创作的摄影作品，则会提供义卖，所得将全数捐给泰国育幼院的小朋友。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新北市教育局跟广达文教基金会合作，近日在秀山国小举办113学年度广达游于艺巡展开展活动。本次预计共计巡展20校，教育局长张明文跟广达文教基金会吴婉娟协理也到现场揭幕，鼓励孩子们热情探索艺术。教育局也将持续结合民间资源，期盼未来能带给孩子们更多更丰富的艺术体验。3、2、1，正式开展！公司协力，大师给力！113学年度广达游于艺新北市巡展正式开始。小朋友热情地导览自己喜欢的作品，当起小小解说员，活泼且生动的语气，让观赏的民众也感受到他们满满的活力。新北市教育局与广达文教基金会合作，近日在秀山国小举办113学年度广达游于艺巡回展开展活动，展出2大主题，分别为跟着老顽童探险去、刘奇伟艺术特展及生活化市集、西游千年风俗艺术。教育局长张明文及广达文教基金会吴婉娟协理也到场揭幕。活动中更邀请刘奇伟先生的孙女刘思成小姐到场，鼓励孩子探索艺术，仪式别具意义。新北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新北市常年推动校园美感教育，这次与广达文教基金会合作的广达游艺计划，今年已迈入第13年。除了让大师作品能够走入校园，使孩子更深入了解创作外，另外透过专业博物馆培训课程，培养孩子成为小小解说员，
提升新北市孩子的欣赏力与表达力。首先非常谢谢广达文教基金会还有我们刘奇伟教育基金会能够一起合作能够将这么宝贵的一个台湾本土艺术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到各校，我们可以这一次会到20所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了解台湾跟我们整个艺术的一个涵养就是说很多每一幅画其实都代表一个时代，或是代表一个很生动一个生命故事我们希望说透过小小导览员的一个培训让孩子去训练他的表达沟通能力之外，也能够从小透过这些艺术的作品能够涵养他的一个生命力跟很多的一个情感情绪我想艺术是一个对每一个孩子最好的陪伴当他看到这么多的生命故事，其实对于每一个孩子的人格培养跟成长会有很大的收获。广达文教基金会协理吴婉娟表示，广达董事长一直以文化均富为目标，这是广达从93年开始第一个展，也是到目前为止最久的展览。除了与新北缘分很深外，也希望透过艺术教育，让孩子能够从中学习对彼此及对社会的关怀。董事长一直有文化均富的一个理想，就在93学年度，我们把刘奇伟展下到学校，开始了广达游于艺，所以这是广达游于艺到现在最久的一个展览，也是第一个展。当时呢是93学年，我还记得是8月19号，我们在清水高中做了游于艺的开幕，那是第一场，所以我们其实是又再回到了新北市。那我们第一个游于艺馆是在桃园的回龙国中小，那时候就是时任局长的那个张局长，所以我们真的是缘分很深。透过教育，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对社会或者是对彼此都非常可以带来光芒，然后可以带来欢笑，然后幸福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用教育去改变这个世界。新北市教育局表示，113学年度校园展览到明年6月前会到秀山国小等20校巡回演出。教育局未来也会持续结合民间资源，希望带给孩子更丰富的艺术体验。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台湾是美食天堂，各地都有许多隐藏美味。本周首先要带大家来到高雄盐埕区，这里有家水饺店在地经营超过30年，水饺每天都是现包现煮，每颗只卖4块钱，深受在地上班族跟学生喜爱。店家最独特的就是水饺搭配罗宋汤，这样的灵感源自于老板经常到六合路吃牛排，特殊的组合再加上合理的价钱，用餐时间总是大排长龙。早上9点多，店家忙碌的双手就没停过，不停的煮汤备料。盐埕区这家水饺店每天都是现包现煮，一颗水饺只卖4块钱。另外还有限量供应的煎饺，每天只煎2轮，卖完为止。在地经营超过30年，深受学生以及上班族的喜爱。家价钱很公道也口味也不错常常有来吃还不错还不错吃。蛮平价的吧，没有很贵。这边嘛，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南部的口味这样子，价钱还蛮合理。咱物件有谈就好，无谈就好无定讲，有一个标准，你定啊赚偌济才会使无啦，无安尼啦。咱就认为讲，安尼欢喜，人去食了伊嘛感觉种。除了水饺，店家的汤品也相当受欢迎，酸辣汤也是现点现煮，还提供客制化服务，顾客可以指定里面的配料。另外，店家还有提供罗宋汤，吃水饺搭配罗宋汤的组合相当少见。这就是较早拢定去绕路食牛排嘛，就是有2项汤尔，罗宋加薏米我即摆开始要卖先，我唔知要卖什么汤我知影讲酸辣汤一定爱卖吧。嘛是袂使卖一项尔，即马买了就是讲牛排灌的罗宋薏米，2项要变3项汤。老板说有赚就好，希望能够用这么合理的价钱回馈给每个消费者。经营多年来只调整过1次价钱，在物价飙涨的年代，能够吃到高 CP 值的餐点，也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记者潘志光、陈英君高雄报道。以上就是本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